呢個閪佬喺盒拉拉挑咗塊膠紙出嚟，再黐喺鍵盤度，留低嘅指紋就係密碼，撞到啱嘅順序只不過係時間問題。再塞嚿紙巾得住個鎖窿，跟住伸隻手出去撳密碼，就咁開咗棟門。同時出邊嚟咗隻閪婆引爆架車，趁住兩個保安仔煲緊煙，佢撻咗件馬騮衣，再縮喺消防車車底，神不知鬼不覺成功逃獄。佢叫阿龍，係個逃獄高手，專門評估高級監獄嘅安全性。8年內喺14間監獄成功逃獄。有啲人中意畫畫，有啲人中意唱歌，佢就中意玩逃獄，甚至仲出咗本關於逃獄嘅書。咁閪巴閉 ，CIA 朵蓮娜揾上門，佢哋測試緊一座監獄，專門運嗰啲無厘頭柒嘅監躉，但係要保證監獄冇漏洞，所以請阿龍入去玩下，唔係白做，有500萬人工，提前過數。老細閹雞已經應承咗，阿龍冇乜所謂，當旅遊啫。不過呢次行動唔同以前，唔可以俾人知道監獄嘅位置，時閪蛋啦！出發前準備好，幫阿龍整咗個新嘅身份，監獄長叫咩名同撤離代碼都有，再幫佢植入 GPS 芯片，跟住有架黑車夾咗佢上車，第一時間掃描全身，再挑咗個 GPS 出嚟，冚啦信號冇閪咗，班柒頭再幫佢吉支雞針，醒翻嗰陣已經喺監獄入邊。呢度唔同以前嗰啲冚唪唥透明玻璃單人房，唔單止有保安仔及到實，仲有攝像頭360度監控，做乜柒都俾人睇到。過咗陣監獄長濕熱潮嚟啦，屌個監獄長唔係肥佬咩？阿龍講咗撤離代碼，一出嚟搞3搞4，濕熱潮都唔知佢噏乜春，嚟咗就咪使旨意走啦，係晒啦。金毛領兩個追蹤唔到阿龍，單嘢冇咁簡單，同大多數監獄一鳩樣，新嚟新豬肉。阿龍俾人當新仔，有個獸頭想揼柒佢，點知俾阿龍打翻轉頭，班腎仔想一齊上，估唔到有人喝鳩佢哋，班柒頭唔敢喐啦。睇嚟條撚友有啲料到，佢叫生力啤，以前幫大哥成做嘢，佢問阿龍衰咩，關你鳩事咩？生力啤好閪多嘢講，雞啄唔斷，煩到閪咁。阿龍觀察緊周圍嘅環境，隻閪佬又話要幫手就出聲。阿龍想去 VIP 房及下，生力啤突然中柒佢，想去 VIP 房就打交，唔使幾耐有保安仔捉咗佢哋去 VIP 房，有幾支燈殘眼到閪咁。阿龍摸到幾粒釘。另一邊金毛拎揾閹雞提下單嘢，隻柒頭話會打俾朵蓮娜問下。阿龍焗到飆晒汗，陳主任幫佢檢查身體仲未死得。阿龍問佢呢度係邊度，佢啱想講嘢，辣呢強就叫佢走。生力啤睇得出隻閪佬入嚟係有目的嘅。阿龍又叫佢幫手搞塊鐵片，佢話去五金店買得啦。屌你啦，想出去就諗掂佢。生力啤要見濕熱潮，佢肯爆大哥城個位置，當然係玩嘢啦。辣起隻閪佬把火，班保安仔執低佢餵佢飲水，陰公到閪咁。生力啤趁機攞咗台底塊鐵，轉頭交咗俾阿龍。阿龍話自己靠逃獄揾食，有人請佢嚟測試呢間監獄，但係俾人跣咗，對方想攞佢條命，佢唔知得罪咗邊個，不過會查清楚，要生力啤幫下手。佢想入多次 VIP 房，佢覺得下邊可能有管道，暫時唔知通去邊。阿龍觀察過監獄內部結構係縱向嘅 ，VIP 房下邊有70%可能通去上邊，如果入到去就有機會上到上邊。面板粒釘係不鏽鋼，時間耐咗會腐蝕，可以將熱量集中喺粒釘，金屬受熱會膨脹，就會喺面板甩出嚟。生力啤攞翻嚟嗰塊鐵片，用牙膏打磨過可以當鏡嚟用，再利用幾支燈加熱，鋼材會膨脹0.3個立方厘米。話做就做，佢需要3到5分鐘。呢次嘅受害者係傻強，幾條友又打大交，唔使講嘢，3隻閪佬一人一間 VIP 房。阿龍攞塊鐵照鳩粒釘，果然好輕鬆攞咗出嚟，照板煮碗搞掂之後就叫生力啤做戲。隻閪佬好似癲咗咁，鬼殺咁嘈。阿龍就遮住個攝像頭，揭起塊面板落咗下邊。濕熱潮覺得唔妥，去及下。阿龍喺水管擒上去，唔覺意困到條管，搞到漏水。話知佢含撚吹簫，繼續擒上到頂，擰開個蓋，冚家鏟原來係喺隻船上邊。隻船大到閪咁，有幾個保安仔睇水，屌佢唔過，落翻去先。濕熱潮當生力啤發癲，遲早會爆大哥城出嚟。阿龍翻去快好多，直接跳落水。呢個時候 VIP 房都入晒水，濕熱潮叫人帶佢哋出嚟。緊要關頭，阿龍翻 VIP 房，冚好塊面板，跟住俾保安仔帶走。生力啤問佢點撚樣，佢家下唔想講。另一邊金毛拎話張支票凍結咗，閹雞話遲啲啦，咁大張票邊有咁快？金毛拎又問佢打咗電話未？打咗啦，一切正常。冚家鏟轉頭就打俾濕熱潮，千祈咪俾阿龍走甩。仲有一件事，好閪多銀行聯手落重本刮大哥城，出邊吹佢開發咗一種程序，可以令冚世界嘅銀行系統癱瘓。生力啤以前就跟佢揾食，知道大哥城喺邊。濕熱潮嘅任務就係問到佢嘅位置，又叫佢好好地招呼阿龍。隻閪佬叫辣呢強關照下佢，日日都搞鳩阿龍，搞到佢冇覺好瞓。生力啤同兄弟打氣，一定要撐住，到時再揾班冚家鏟晦氣。同時黑柴查到阿龍可能困喺墳墓，間監獄係非法
嘅，最衰查唔到位置喺邊。話時話阿龍玩過咁多監獄，呢間最閪巴閉，一啲漏洞都揾唔到。佢想問下陳主任，生力啤吉咗佢一刀，順利送咗去醫務室。阿龍問佢呢度係邊度，佢冇出聲，冇閪辦法，唯有靠自己，叫生力啤揾啲架撐，整咗個簡易嘅6分儀，可以揾到北極星，不過冇可能準確定位，而且要露天先得。點知死濕熱潮又搞震，帶咗佢去第二個區換過間房。呢個時候佢唔再扮嘢，以後冇得傾偈，冇得打交，冇得出去。阿龍話可以幫手搞到大哥城嘅位置，生力啤同佢咁閪老友，可以氹佢講出嚟。濕熱潮最着緊呢樣嘢，又放翻佢出去。阿龍叫生力啤俾個6分儀傻強，開明車馬問佢想唔想出去，發夢都想啦。傻強同濕熱潮報串，有人想逃獄，有乜計劃冇講清楚，要俾啲着數佢先。除咗放佢出去乜都得，傻強叫佢咪及住班兄弟，仲要喺露天嘅地方拜神。當晚傻強就攞6分儀記錄坐標，轉頭就交俾阿龍。有文化係唔同啲，一睇就知道喺回歸線淨水區，分析過大概喺摩洛哥海岸附近。家下要將消息送出去，唯一嘅幫手係陳主任，又揾佢幫拖。呢次陳主任冇托手踭，同時為咗應付濕熱潮，求其俾個地址佢。喺隻死產發現之前有24個鐘，阿龍喺間房敲緊代碼，陳主任就幫手發坐標出去。濕熱潮破解咗代碼，佢哋想喺 C 區走佬，叫辣呢強班齊人馬過去。同時傻強班閪佬撩事鬥非，班監躉打大交。C 區根本冇人走佬，呢邊亂到閪咁，濕熱潮又調翻啲人馬過嚟。阿龍3個趁亂走佬，砌低幾個保安仔向上行。佢哋有11分鐘上去，希望陳主任已經搭好線。幾條撚友整爛隻門，再將攝像頭拆咗。濕熱潮即時啟動5級安全計劃，全部門都鎖實晒。佢哋上到頂但係開唔到門，仲有8分鐘。濕熱潮叫辣呢強去捉人，同時出邊有架直升機嚟啦。3條撚友焗住揾第二個出口，點知撞到班保安仔，同佢哋駁火。傻強唔好彩舐咗嘢，幾條友唯有匿埋先。阿龍知道班仆街用移動探測儀抄到佢哋，掹咗個掣冇得惡啦，跟住叫2個上樓梯，佢就去引擎室閂晒啲電源。喺備用電源啟動之前，隻門會打開5秒鐘。傻強傷到閪咁走唔到啦，叫生力啤上去唔使理佢。隻閪佬臨死前拉低幾隻保安仔。濕熱潮估到阿龍會去引擎室，又叫辣呢強過去，佢估啱咗。阿龍同辣呢強隻抽，因為趕時間，3兩下就砌低隻閪佬。佢入咗引擎室閂晒啲電源，生力啤開咗隻門，同時直升機到啦，直接就攻擊駕駛室，掃到佢哋閪咁，再搵個地方降落。生力啤搏晒命衝過去，有保安仔想截住佢，兩班人駁火。濕熱潮唔想玩啦，見到阿龍就殺。生力啤嚟到直升機，拿起支機槍亂閪咁射。濕熱潮搵咗陣都搵唔到阿龍，又叫人開翻啲電源，屌佢唔過，直升機起飛啦。呢邊啱開翻電源，系統就重啟沖洗水箱。阿龍直接衝咗落海，好快就游翻上去。生力啤見到佢，叫人飛過去，放咗條軟梯落嚟。阿龍即時擒上去，同時俾濕熱潮見到射柒架直升機。生力啤俾支槍阿龍，佢打中隻船嘅油桶，再引爆汽油。濕熱潮係咁大啦，一陣間2隻閪佬喺海邊落地，有架車嚟接佢哋，居然係朵蓮娜，估唔到佢係生力啤個女。更離譜嘅係佢就係大哥城。朵蓮娜話係閹雞出賣咗佢。另一邊金毛玲查到隻閪佬係墳墓老細，冚唪唥都係隻死嘢搞出嚟嘅。黑柴刮到隻柒頭打暈咗佢，等佢醒翻嗰陣仲喺架車度。不過呢次輪到佢唔知喺邊啦。